车！啊，在这儿。你摔哪儿了？自行车都骑不好，你骑什么电瓶车？微让，是我要见你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跟他说你不会跟他和好了，他不信。你把我大老远诓来了，就是为了让我来回答这种无足轻重的问题的吗？如果真的这么无足轻重，那你坦率地回答我，爽快地说你不喜欢我，不挂念我了，这辈子都不想见我了。你说？江瑶，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了，不是你想要什么答案我就给你什么答案的时候了。所以你给不了。你可真是一点都没有变，还是喜欢玩这种游戏，在茫茫大海里撒个饵，等着我来咬钩。你买我的时候留你自己的名字，为的就是让我来找你。你吃定了我，你要的就是这份成就感。你完全可以不找啊，但你来找我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在你心里还有我。这就是我要的答案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油盐不进呢？你就这么自恋？你凭什么觉得他还在意你？就因为他写书？就因为他跟你分手之后没有谈恋爱？你的话更加佐证了我的观念。出来！你这是在给他留余地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像一个白痴一样，一路抄着速吃着罚单跑过来，不是为了让你俩拿我打赌下注用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知道的。我就是不想看你再受伤害了，你就不能跟他说清楚吗？我现在心情不好，说不清楚。你要是不愿意当面跟他说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说，可以发微信说，想说的话怎么都可以说清楚。你是不能当面跟他说，还是压根就不想说？你犹豫了？对，我犹豫了。我就是犹豫，怎么了？这是我的10年，不是你的，不是你们任何人的。我连犹豫和迟疑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那个，你抽空去关心一下周程程吧。他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他晚上没回店里，我怕他不安全。我先挂了啊。我就是犹豫，怎么了？这是我的10年，不是你的，不是你们任何人的。我连犹豫和迟疑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你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喂，干嘛？想我啦？想你啦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回家路上呢。怎么了？你没跟文让吵架吧？吵架？我怎么会跟他吵架呀？我又不是他什么人。他刚给我打电话，说有点担心你。那他可能就是人道主义关心吧。我到家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